后来针对这个军购特别条例，立法院国民党团会伫因明仔载的党团大会确定最后的版本。因为目前除了智库的版本之外，还有立委其他新的版本。国民党内有人发声咯，讲大家无共识，拢有家己的主见，安尼会伤害到国民党。今仔日战斗内的领袖赵少康是召开着军购专题研讨会来讨论细节。你到现在没看到智库的版本，你也没看到。昨天我听你讲，这太不像话了。这个智库不能取代党团啦。智库版军购案跳过党团国旗，战斗内发起人赵少康召开军购专题研讨会。毕竟明仔载党团大会要确定上尾版本，如今却阁侪人无共调。不要因为这个版本而造成我们自己本身大家一人一把号。好，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这样我觉得对国民党是非常非常伤的。会有党内团结整合，来看台面上的每一个版本。智库提出3500亿加 M， 包含美国8项既定军购案。另外，立委齐卡森主题规模8100亿，内容包括智库版8项武器，含建构台湾集团海马斯导管火箭弹系统等等，对美国采购的承诺做甲到。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主题兵领导是呼吁党内应该支持9000亿的军购，伫咧检讨国安的同时，确保稳定交货。对美的采购，我们使用特别预算。但对台湾的采购呢，回归到常规预算的编列。也就是说，今天如果国防部认为你们现在所提出的内容里面对台湾采购有其必要性的，我们都会按照专业来进行审查。传出其他新的版本得到国民党团较侪共识，如今原版国防特别条例上到6号议会处理，民进党发声在野党赶紧通过。过去怎么样去要获取美国的一个先进的一个武器？好像是我们有钱就是大爷，我相信这个态度，国民党党内也未必会认同了。细节的部分呢，我相信等他们的版本看到以后，大家再来做讨论。民进党嘛点出有3项军购法计书会伫咧3月19到期，希望加快审议的进度。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